近期大量网传视频显示，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中共病毒2次感染，多地还出现了病毒性的脑炎。一段网友传出的大年初二拍摄的视频显示，天津总医院内人山人海。看看嘛，这大年初二，总医院急诊室人山人海，没有人真进不去。与中共宣称的各地疫情已经回落的形势显然不符。而另一段拍摄于除夕夜的视频显示，上海的医院内也是人满为患，而且大多为重症患者。1月24日，一名有医学背景的女士披露，仅过年的3天时间内，身边就有7个朋友复阳。这些人的症状与第一次感染显然不同，多为低热，老人甚至不发热，白肺患者增多。现在是新年刚过去3天，我身边就有7个朋友2次中招了，主要点是类似是肠胃炎的一个表现，严重的呕吐、拉肚子，甚至导致电解质的紊乱，要去挂点滴。还有一位女士自曝，她重复染疫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消化系统疾病的症状，而腹泻一般被认为是感染 SBB 变种病毒的典型症状。这一次是嗓子也哑了，嗓子也疼，头也疼，浑身疼，伴随着有拉肚子、肚子疼。与此同时，在深圳、上海和杭州等地，因为染疫引发的中共病毒脑炎患者大量增多。一名广东的医生介绍，在中山大学附属第3医院，一名染疫患者1/3的大脑被病毒感染，属于急性坏死性脑炎。这种脑炎的死亡率比白肺更高。中国新年刚刚过去，尽管中共当局不断宣传本轮疫情已经过分，正在回落，但民间最新传出的中共病毒疫情消息，令人担心重复感染导致的新一波中共病毒疫情是否已经上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预计，中国还将迎来新一波的中共病毒疫情，而接下来的这一波可能会更加致命。近期，中共疾控中心发布数据，声称疫情高峰已过，但大纪元时报获得的一批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打着规范染疫死亡判定的旗号，操弄谎报染疫死亡的数据。1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近期的中共病毒疫情数据，声称衡量3项疫情的指标，感染者、重症患者、死亡病例数均已达到分值，并处于下降趋势。在大纪元独家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在官方声称死亡病例达到分值的1月4日，全国各地其实都还在补报数据当中，根本就不可能确定死亡病例的数字以及是否达到了分值。这些文件分别来自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国务院疾控局和黑龙江、河北、河南等地，都特别关注了文件不予公开。此外，文件也提及中共病毒染疫死亡判定程序极为复杂、异常严格。在死者初步判定为中共病毒感染后，在死亡24小时内完成院级死亡病例讨论，由本机构医疗管理部门和主管负责人审核，在逐级报市级审计医疗救治组审核后，方可注明是中共病毒死亡病例。专家认为，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巨量的死亡病例没有纳入中共的统计数据中。专家呼吁，在中国医疗、殡葬系统和民政部门有良知的工作人员，应把现阶段的重要数据保存下来，帮助中国人在不久的将来看到真相。中国新年长假后开工的第一天，多地医院依然人满为患。有视频显示，号称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中共病毒染疫患者及其家属围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1月28日晚间，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数据，声称春节放假期间，中共病毒疫情未见明显反弹，中国本轮疫情已近尾声。自从去年12月8日放开防疫后至今，中共统计的全国累计住院染疫死亡病例为78960例。但由于中共3年疫情极力掩盖真相，中国民间对官方通报的质疑声也越来越高。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直言，中共真正的死亡病例绝对要比世卫获得的数字高出许多。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0日表示，中共病毒仍然是全球卫生紧急事件，这是联合国机构的最高警戒级别。1月31日，维权网发布了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阅读报告。报告通过实名统计，有死刑正在核准、
死缓、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刑期不详以及羁押未判等进行了统计，共涉及了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族裔政治犯和良心犯1477人。维权网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境况是其最重要的人权指标之一。该报告通过定期统计和发布最新信息，揭示中共当局恶劣的人权状况与良心犯、政治犯的悲惨处境，力求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记忆，并予以持续不断的关注和呼吁，制止他们获得自由。中国新一轮中共病毒疫情肆虐，政局变数增多。在中共3月份召开的两会上，习近平的新一届政府班子将出炉。知名人士表示，中共现在面对的困境很多，经济上迅速滑落，外交上被世界主流国家孤立等等，都是致命的问题。除了香港问题，还有新疆人权问题，国际对中共病毒疫情开始时的隐瞒追责，以及病毒渊源的问题。面对种种问题，中共只能强撑，不敢往后退，一退就是下台。2023年度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1月31日在美国 DC 召开，会议聚焦中共对信仰的迫害。来自美国两党的议员表示，信仰自由是美国立国之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全力对宗教发起攻击，着重突出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并点名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下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前往中国，与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会面。著名球星凯特表示，美国应强硬地向中共提出人权问题，必须谴责中共的人权暴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和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迫害。目前，中国至少有4个省份取消了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女性权益和结婚保障受到了严重威胁，引发了舆论强烈的反弹。澎湃新闻2月2日报道，四川、陕西、广东、福建等4个省份已放宽了生育登记结婚的限制，安徽也提出了拟放宽生育登记限制的条例。此外，上述4个省份均支持非婚生子的落户。四川省卫健委1月28日对2019年出台的《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办法》进行了修订，从2月15日起取消了对生育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例。有网友警告，这个政策对婚姻制度、男女情感婚恋会带来巨大的变革，未来中国会全面推进，根本无从改变。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出台的违背伦理道德的生育政策是因为人口危机造成的。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人口状况调查显示，伴随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加快，中国人口出生率60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截止2022年底，新出生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85万人。中国最顶尖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早在1997年就被列入了美国出口的黑名单中，但是自2020年以来，该机构仍然设法购买了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生产的芯片。日前，美国媒体曝光了此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警惕。1月29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中国的核武器研发机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2020年至今成功绕过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至少有12次采购到了由英特尔和英伟达等美国公司生产的半导体高阶晶片。中共这样的采购行为违反了美国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大力遏制中共在人工智慧和超级电脑领域的发展，限制中共取得美国的先进晶片和晶片生产工具。在上周，荷兰、日本和美国达成了协议，将共同加强对中国获得晶片技术的限制。根据德国之声2日报道，加拿大众议院2月1日以322票对0票一致投票通过了由自由党议员祖比利发起的动议，提议加拿大政府从2024年开始，在2年内安置1万名维吾尔难民。该动议还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出逃的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难民是因为面临中共的迫害和恐吓，无法返回故乡。该提案虽不具行政约束力，但可能迫使加拿大总理杜伦道的少数派政府采取行动。祖比利表示，总理杜伦道和他的内阁支持该动议，表明政府有意实现此目标。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部长福瑞则对此表示，加拿大始终尽其所能帮助那些需要保护的人，致力于与各方成员合作，推动众议院通过的动议中概述的所有措施。
对此，东突厥省信息中心主席阿卜杜吉利里发表声明，首先感谢加拿大政府为维吾尔人所做的一切。东突厥省被中共侵占以来，维吾尔人受尽了中共的各种迫害、屠杀。近几年来，至少有300多万维吾尔人被中共抓进了集中营里，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中共政府想尽办法消灭维吾尔人的文化历史和宗教信仰，只要不听他们的指令，生命就会有威胁。加拿大政府今天能为维吾尔人做出史无前例的决定，说明他们看清了中共的嘴脸。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家为维吾尔人打开怀抱。再次感谢加拿大政府，感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相关人员的努力。